今次咧要唔聽醫生講啦，我要反抗，我唔再左切右切，我要好似而家咁，我要行得翻啊！我唔使揸拐杖啦，而家我係阿 Polly Ho， 本身有糖尿病同高血壓。我喺2025年嘅年初咧，我係發現一個問題就係糖尿中毒啊！嗰頭瞓完覺，冇耐就無精打采，好似烏明瞌睡咁。喺舊年嘅9月去咗一個理療中心，咁企咗部養心機，就係腳底係燒傷咗，幫我灑咗水啊，加熱咧，受埋細菌感染，我腳底咧傷到見骨。咁我做過4次嘅手術，我日日就係坐喺張病床度，自己喺度流眼淚。點算咧？我以後嘅人生點算好咧？我係咪從此要坐輪椅，從此係跛咗？佢話先試下做皮瓣手術咧，切塊咁大嘅肉咧就補落去，你可能1個月後可以行路。但係咧，如果啲血管唔通嘅話咧，呢塊皮就嘥咗噶啦。有個註冊護士嘅朋友就帶咗咧喺啲日本製造嘅幹細胞嘅產品。佢話阿 Polly， 我哋都唔希望你冇一隻腳，真係驚你隨時要截肢啊！起初嗰2日咧試一個小份量，佢就10月6號夜晚嚟拎俾我啦。係10月8號，個醫生好驚奇，佢唔知我食咗呢隻嘢，點解你咁快生到啲好細胞好肉出嚟嘅？跟住我叮一聲。喂，我要努力啲食啦，跟住咧就食夠3條藍色，1條紅色嘅。隔咗2日，醫生又嚟睇，佢話係真係生咁啲好細胞喎。我食咗大概個多月，我發現咧我而家係好精神啊。包括咧我1月6號出院，1月7號我已經開始翻工，1月8號我去見朋友，佢哋話哇你面色好好喎 ，Polly 係一個即係面色紅潤啊，有朝氣啊，講嘢有氣量有活力咯，係俾個 like你。